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2月初二。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创世纪第9章第1节到17节，以弗所书11章32节到4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上帝之约。上帝是信实的，伊的应允必然会实践。这就是约的观念，也是讲基础啦吼。三角教会礼拜2新建的这个过程的中间，拢总有11摆大面积，你讲平面的灌浆，拢是伫这个30号的中间来进行。但是并毋是讲每一摆一开始就拢好，安尼30号举例来讲6月26号，阮的第9摆的平面灌浆，当然大部分拢是安尼徛的墙也是条迄一天早起出大日头，厝边的好朋友来找我讲牧师恁的上帝对恁足好进前所有的灌浆天气拢足好的今仔日却是大日头呢，足可惜的安尼我一时嘛毋知要怎讲无法度回答。后来我就讲就今仔日平面的面积较细啦上帝大概就是爱阮家己来负一寡责任安尼啦但是话讲了无偌久啦，无想到迄天的下晡灌浆的工程伫要结束前无偌久，忽然间天落一阵大雨，了后就变30雨。过无偌久，天顶佫出现迄个坑，就是上帝甲拿阿立约的记号。咱会通看当日的这个相片啦看到坑上帝之约。创世纪第9章第1节到17节安尼记载，上帝赐福拿阿甲伊的囝，对因讲。着生大，家天真济，充满全地，地上所有的野兽，天顶的飞鸟，地面底飞的动物，甲海里的鱼类，拢会惊恁、为恁、受恁管理。我将所有活的动物，亲像菜生共款，互恁做食物。毋过有性命的肉，就是含血的肉，恁毋通食。流恁的血的人，就是杀害恁性命的人。我要甲因处死。我要将害恁性命的野兽人，甚至恁的同胞来处死。所有流人的血的人，人嘛要流伊的血，因为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做人。恁着生团真济，伫地上兴旺，家天真济。上帝甲甲伊的囝讲，但我甲恁以后恁的后代立约，嘛甲遐会甲恁做伙，对大船出来的活物，包括飞鸟、精星、野兽立约。我甲恁立约，所有肉体的生物。袂阁互大水消灭，嘛袂阁互大水来毁坏全地。上帝佫讲，我要甲恁以及所有甲恁做伙的生物永远立约。我要互坑出现伫坟里，做立约的记号。我互坟惹地，坑出现伫坟里的时，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逐款的肉体的生物所立的约，袂阁互水来泛滥，毁灭所有的生物。我看到坑伫坟里出现，就纪念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永远的约。上帝对咱讲，这就是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立约的记号。上帝应允就必实现，无论咱伫什么款的境况，
特别是伫拄着困苦的时、无顺遂的时，千万毋通袂记得上帝之约。伊既然应允，就必然实践。以弗所书第11章32节到40节，我点着佮讲，我无够时间通提起基甸、巴拉、参孙、亚弗他、大必、撒母耳，甲众先知的事。这个人靠信心弹赢列国，因推行正义，领受上帝的应允。因防目生的喙，拍花烈火，刀脱刀剑的杀害。因软弱变做坚强，伫战场变成做勇猛，拍赢外国的军队。有一寡妇人人有接因的亲人对死人中倒转来，嘛有一个人为着要活得到较好的活命，拒绝头解放。这个甘愿受酷刑来到死，有一个人受死人鞭拍，嘛有一个人受困绑关监，因互人用石头钉死，用锯锯死，用刀刣死，因穿绵羊还是山羊的皮，逐所在奔跑，忍受欠缺，迫害虐待。这世间无值得因徛起。因伫旷野、山岭、石旁、石洞，还是地穴，四界流浪，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有得到上帝认定甲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就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诗篇124篇，以色列就讲：若毋是上主为着咱，若毋是上主为着咱，人起来攻击咱，对咱发受气的时，咱就早吞落去。大水早就甲咱冲走。大鹰早就淹没咱，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咱着称赞上主，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疼者落腹。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仔人的罗网，罗网破裂，咱就得到逃脱。咱得到帮助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的创造主。恳求上帝帮助阮注目看你的恩典，应允保守，无互阮伫困境的中间迷失，失去信心。求主赐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